政治消息，镜头来立法院。立法院伫昨昏审查司法院正副院长甲大法官人事动议权案。司法院长被提名人张文珍洪即期以进前废死的立场上过明显，所以伊对死刑的态度嘛变做立委关心的焦点。也若司法院副院长被提名人要立明，就互在野党即期伊的政治立场改来改去。变去。你说你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专业，忠于自己的良心，但是这样的变来变去，我被动的被柯文哲邀请，我被动的被施明德邀请，我被动的被赖清德邀请，我甚至于被动的参与新党选举立法委员，没有一个是我主动，所以不是变不变的问题，而是我没有把任何人当做一个对手。院长韩国瑜当日参选高雄市长毛翠怡，否认家己是政治变色龙。立法院专业委员会彻查审查司法院正副院长甲大法官人事动议权案，因为姚立明抹插无共政党，变作朝野立委关心的焦点。所以到今天为止，您心中认定的是中华民国，没有错。我认为中华民国没有人可以否认嘛。所以你没有所谓的，你没有所谓变色的问题，没有问题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才是一个我们要面对的宪法问题。民众党立委陈昭珠即个姚立明伫主端故意嫌红衫军的经历，不过姚立明回应红衫军是社会运动，后续争议无参与。但是司法院长被提名人张文珍较早互人认为废死立场明显，立委关心未来对死刑遵回的态度。全体的国民没有权利知道你在这个重大的基本人权保障的议题上面的想法吗？你的想法是什么？这个议题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要尊重宪法法庭的裁判。国民党立委杨庆英是即个张文珍未来是不是会推杀终极废死？张文珍回应，这不是上级别的议题，死刑符合宪法，不过必须严格予以适用。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是关心张文珍对在野要修宪法、诉讼法的立场。张文珍表示，这个法实施较无2年，已经有国内外学术研究，认为效能有提升。希望立法院会当予宪法、诉讼法更较侪机会。二是立法院要搁进行大法官人事动议权的表决，而且会搁有朝野的攻防。记者综合报道。